家好，歡迎嚟到完善堂命理教室。今日嘅話題係馮玉祥因八字破格而招凶。1948年，馮玉祥乘搭蘇聯船勝利號前往蘇聯嘅途中，因為機房爆炸而被燒死，結束咗傳奇嘅一生，享年66歲。究竟呢一次偶然嘅意外，可唔可以喺命理裏邊揾到跡象呢？男命壬午年庚戌月己酉日庚午時，大運係丁字，流年係戊子，流月庚申，流日己丑。畫面裏邊已經有晒所有資料啦，一齊分析下咯。己土日元生於深秋，三金強旺，泄去咗土氣。好在有時支生坐，時支庚午時，所以八字裏邊咧呢個最為關鍵。點解呢？因為午裏邊有丁有己，己就日元嘅根，丁就係呢個嘅日主嘅印星。喺子平命學上面，逢是呢個八字咧可以叫雙官配印，或者日祿歸時，不論咩格局都好，時支午火都係日元力量寄託嘅所在。所以午火如果受傷嘅話，命主就會出現危險啦。喺大運丁字嘅時候，表面上火氣干支同氣，對日主有利，可是丁火出現咧，就即刻俾呢一個嘅壬水合咗去咯。丁火受傷，即時呢個嘅時支午裏邊嘅丁火咧都受傷啦，凶禍已見端倪。再去到流年，戊子鑄成大錯，太歲子水有力衝擊午火，衝動咗格局嘅用神，大大不利。到呢一個嘅流月，喺呢個流月庚金雙官透干，地支匯咗申酉戌金局，力量強大，泄盡己土日元，而且仲助旺咗呢個嘅子水。喺流日方面，地支再組成巳酉丑金局，再泄呢個早已微弱嘅土氣。喺歲運合參，金水聯手，克泄用神火土，而且又有水火交戰嘅情況，水勝火敗，用神無效。一時之間喺命局裏邊合沖刑並見，混亂一片。命主就呢個時候葬身於火海。兩者嘅出現係咪偶然嘅呢？大家可以諗下啦。好啦，今日話題到此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